因为平安，对嘛？这日头为这边，可能看袂到恁这边。要紧，咱过2天就要过年啊，你有欢喜无？咱会使讲大家，较等下讲新年快乐哈。我们在上一章，我们在上一章呢，讲到约瑟。OK， 约瑟出监牢，你还记得吗？约瑟出监牢的故事他要去帮助法老面对解决这个大饥荒的问题更有意义的是呢，约瑟结了婚了，生了2个孩子，那这带给他非常大的安慰。他有自己的家，他可以忘记在他父亲的家的悲伤，而且他有明天。他说：“上帝可以使我在受苦的地方使我兴盛。”那我们看见这是上帝在医治约瑟的时刻。上帝医治了约瑟，但是呢，上帝还要做更多的事情。在约瑟的里面，这13年的创伤、痛苦，上帝借着这个过程，结婚生孩子来医治他。但是接下来，上帝要医治他的父亲的家，他还有10个哥哥，还有一个小弟在家里面。这个家是一个，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一个 dysfunctional， 是一个功能破碎、功能损害的家庭。上帝要来医治这个家庭，上帝不是只有医治约瑟。那上帝要怎么做呢？今天这个题目呢，有一点点特别啊，可能你们不一定习惯这样的讲法。那我们称这一个故事呢，上帝的做法叫做英文叫 severe mercy。severe 就是很严厉，很严厉。mercy 它到底是要让你经验到严厉，还是经历到怜悯？要经历哪一个？要给我们经历到怜悯。但是怜悯呢，外面的包装是严厉，他用一个严厉的过程把怜悯带到他的生命当中来。严厉跟怜悯一般我们不会放在一起，对不对？你如果一个人很有怜悯，他就不会是严厉；一个人如果很严厉呢，你就感觉不到他的怜悯。但是呢，上帝的做法很奇特，他外表看起来很严厉，但他的里面，他内在呢是充满着上帝的怜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领人来悔改，要医治修复人。雅各这个家庭呢，雅各也不是故意要创造一个不好的家，但是呢，雅各他走过的人生就是这样，很不幸。他的家庭，他的12个孩子是一个充满了破碎、彼此嫉妒、伤害的家庭。但是上帝想要医治这个家庭，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约不会被雅各的人生呢破坏掉。上帝要来让这个亚伯拉罕得祝福的约可以延续到雅各身上，所以上帝要来医治这个家，否则这个家不可能带出整个以色列国。如果这个家没有带来以色列国，那就不会有救恩，耶稣基督就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来到，那人类的盼望就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上帝必须要来 fix， 要来医治这个家庭。那上帝的做法呢，很奇怪，他是让约瑟经过被出卖，然后进入到监狱里面，然后埃及发生了7年的大饥荒，这些都是上帝的严厉。那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他要统治埃及，然后借着这个饥荒，上帝让整个由雅各的家族呢，他的哥哥们来团聚。所以在这个整个严厉的故事的背后呢，我们看见了上帝的怜悯。我看一下现在这个是不是好一点那这个家庭在
需要经过一个重生的过程，他们可以得到拯救，得到医治。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去思想，是上帝是不是也在我们的身上做一样的事情？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到一些严厉的事情，生病、打击、经济的问题、家庭的冲突，很多很多这些问题。表面上我们好像觉得很不幸，或者是没有办法感觉到上帝的爱，但其实上帝在这个严厉的作为的背后，是要让我们去经历到上帝的医治跟怜悯。要医治什么？要怜悯我们什么？那这是你可以进一步去问上帝、去祷告的。所以在42章第1节呢，提到这个饥荒呢，来到了第2年，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那这些凶狠的哥哥们在做什么？42章第1节呢，经文很有意思，他说：雅各看到这个埃及有粮，他听到说埃及有很多食物，他就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对看呢？他又说：看啦，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到那里去，可以去买一些粮食回来。雅各在对他的孩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坐在那边彼此对看？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做一点事情呢？这些哥哥们很厉害，这些哥哥们会害人，会有想出一些很不好的方法去害弱小的人。但是为什么发生问题的时候呢？这些人是坐在那边彼此对看。那为什么你们坐在那边发呆？等他爸爸在骂他们，为什么在那边发呆？你们为什么不去埃及？去1个礼拜就回来了，我们早就有东西吃了。你们为什么不去想一想办法呢？为什么坐在这个地方？这圣经的故事要让我们看见呢，这些哥哥们，那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是一群束手无策的人。这要对照约瑟，约瑟碰到危机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智慧，他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上帝给他智慧，可以解梦，他可以想出办法。我们要盖仓库，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粮食。约瑟的里面因为敬畏上帝，他里面有智慧。而这些哥哥们呢，比他大，比他凶狠，比他残暴。可是碰到问题的时候，这些哥哥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坐在那里发呆。那这个故事呢，就从饥荒开始讲起。因为这个苦难在上帝的手中，这苦难不是一个没有人控制，上帝失去控制了，所以世界大乱了。这个苦难是在上帝的手中，他被带到一个方向去，要来医治这个破碎的家庭。所以整个这个42章、43章的故事，就在告诉我们，医治的时刻到了，上帝拯救医治他们的时刻到了。那这些哥哥们呢，他们很意外的来到了约瑟的面前，他们都认不出来约瑟。但是约瑟一下就认出他们来，他们就向他下拜。这个在表达的是，我们常常是在苦难中，在混乱当中，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看得见，我们看不见，我们认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认不出来我们碰到了什么问题。但是上帝都知道，上帝看得见。当这些哥哥们向约瑟跪下来下拜的时候，约瑟就想起了那个20年前的梦，在他17岁的时候的那个梦，那2个梦，他想起来他们的全家来向他下拜，他明白过来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开始在这个家做医治修复的工作。但是约瑟也是一样，他开始呢，他是对哥哥们说一些非常严厉的话。他说：你们都是奸细，你们要来窥探我们的。他就把这些哥哥们怎么样呢？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去3天。约瑟在做什么？约瑟他非常的有策略的，要来转化这些兄弟们他们那些扭曲的性格。他让他们学习敬畏上帝。约瑟对他们说呢：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约瑟要让这些哥哥们开始学习敬畏上帝。他不是像一般的人所以为的，要来向他们
下马威、使官威来惊吓他们，不是，约瑟要让这些哥哥们被关起来，他们开始可以去反省他们生命当中所做过的那些罪恶。约瑟要他们学习敬畏上帝的功课，所以约瑟也在学上帝做事情，就是严厉的恩慈。恩慈常常伴随着严厉临到我们，严厉是要来医治我们、修复我们，而恩慈呢是要带我们走出这些苦难。然后3天之后呢，这约瑟就对哥哥们开出2个条件。他说呢，留下一个人在监狱里面当人质，你们回去把那个小弟弟带回来，便雅悯带回来。这些哥哥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吓得不得了，他们就开始认罪。他们想起来了，在20年前，他们怎么样去出卖约瑟，现在怎么样呢？上帝的报应临到他们了，上帝现在开始追讨罪孽了。悔改是这些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寻得医治的开始。悔改，承认自己的过犯，他们想起来了，在20年前他们所犯的罪，他们开始谦卑的悔改。这些哥哥们，他们的良心开始敏锐过来。一个懂得悔改的人，一个懂得向上帝悔改的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上帝的医治跟怜悯才会真正的临到这些人。然后呢，约瑟就下个命令，就把西缅抓起来。为什么抓西缅呢？因为西缅是他兄弟里面最坏的一个，他曾经想要杀掉约瑟，他把西缅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去。他让其他的人都回到迦南地去，然后让他们带着食物回去迦南地去见雅各。就当他们回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发现不得了，他们的袋子里面都有什么？都有银子。他们想，这个银子不是已经付出去给约瑟了吗？给埃及的宰相了吗？为什么这银子会出现在这些袋子里面？圣经说他们看见银囊，看见银子一袋一袋的银子在他们的食物袋里面，他们就害怕起来了。这些哥哥们就害怕起来了，他们知道他们会被控告偷窃的罪，他们心里面开始害怕起来了。所以你会看见，这是上帝的医治的开始。这些人会认罪，他们知道罪，他们心里面开始会害怕，即使他们不是他们故意要去偷钱，可是呢，如果他们被诬告他们偷了钱，那是何等大的罪，他们的里面开始会害怕。这一群骗子，这一群伤害兄弟的这些坏人，他们的里面开始柔软，开始认罪，开始惧怕上帝。所以上帝的医治的工作在这些人身上开始了。那他们就请求老父亲雅各，他说那个人呢要问出来，我们还有一个小弟弟，他要我们把这个小弟弟带回去见他，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要再去见他。那西缅被关在监狱里面呢，就没办法。那我们看到雅各他同不同意？雅各愿不愿意让便雅悯跟他们回去？不愿意，对不对？雅各是一个非常的偏袒的父亲，他过去偏袒约瑟，现在没有约瑟了，他偏袒雅各，他偏袒便雅悯，他就不允许他们把便雅悯带回去。这时候呢，就出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出来做担保。这个人是谁？犹大。犹大是不是他们家的老大？不是，老大是流便、吕便。犹大不是老大，他出来，他看到爸爸不愿意让他们把这个小弟弟便雅悯带走，犹大就出来担保，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为他担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要人，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的面前，我就对你永远担当这罪。”他就跟他爸爸说：“请你相信我们，请你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弟呢带走，带到埃及去。
我保证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如果我带他不回来的话呢，我来承担罪。那他没有讲他怎么样去承担，他就说将来所有的罪你就怪在我身上。当整个家陷入到一个僵局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犹大他出来承担责任，他是跟老爸说：“请你放心，请你不要害怕，请你让我们把小弟带到埃及去，我一定保证我会把他带回来的。如果我带他不能把他带回来，我愿意一生来担当这个罪孽。”这是一个领袖的特质的表现。他不是老大，但是一个做领袖的人是一个敢去承担责任的人。为什么犹大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犹大非常的小心的、很敏锐的面对他的父亲的反应，他希望他的父亲放人，但是犹大没有勉强他的父亲放人。犹大很小心的劝他的爸爸：“你不要怕，你放心，我们会想办法会把他带回来。”为什么犹大有这样的敏锐的感受呢？因为犹大曾经失去过2个孩子，他的孩子死掉了，所以他知道一个做父亲的人非常的担心，爱他的孩子，他非常的担心。如果我已经失去约瑟了，你们又让我失去便雅悯，还有那个西缅，不知道他会不会回得来。他知道这个父亲的心里面的担心，因为他是一个经过苦难的人，他是一个失去过孩子的人，所以他可以怜悯，他不强迫他的父亲，他怜悯他的父亲。如果便雅悯有任何的意外发生，我愿意牺牲我自己去承担责任。我们到了44章呢，我们又看到犹大呢又再一次的来向约瑟求情。他说：“我愿意当人质，你可以把我抓起来，你不要抓别人，你不要把便雅悯留在监狱里，你把我抓起来关起来。我的父亲不能够承受再失去便雅悯。”所以你在犹大的身上可以看见呢，看见什么？约瑟他用严厉来对待这些兄弟们，约瑟的策略成功了。约瑟用他的严厉来要求他的哥哥们，催生了犹大心里面的那个人性，那个爱弟兄、爱父亲的那个人性。如果有人愿意起来承担别人的责任，当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责任，有一个需要在那边，那没有人去承担这个责任，你愿意出来去承担这个责任，上帝常常就是把做领袖的能力、做领袖的地位，就交给这样的人。犹大他后来在这个上帝拣选12个支派，要拣选一个支派起来做领袖，后来是拣选哪一个支派？拣选犹大支派，记不记得？犹大他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愿意去为弟兄舍命，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权益去担当别人的软弱。这是这个上帝在这个家里面医治这个家庭的开始。犹大的内在的那种人性、那种爱，因为约瑟他的表面的严厉，约瑟的里面是怜悯，但是他必须用一个严厉的方法去让这个家庭呢团聚在一起，去拯救整个家庭的责任。所以呢，犹大里面那个最好的人性、最好的部分，他被约瑟催生出来了。他愿意牺牲掉自己的权益，去为别人舍命，去承担责任。这是整个圣经里面第一个例子，人愿意为别人代死，为别人舍命，圣经当中的第一个例子。所以最后犹大支派呢，他们成为以色列的统治者。大卫从哪一个支派出来？从犹大支派出来。整个犹大支派呢，他们表现出这样的一个责任，一种生命力，就是我愿意去为
弟兄舍命，我愿意去承担责任，不是因为我想要做领袖做头，而是这里有个需要，这边有一个责任，我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榜样，耶稣基督也是成为一个愿意为人舍命、为人舍己的人，所以上帝拣选耶稣基督呢，使他成为我们的领袖，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君王。所以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经历过这个严厉的怜悯，上帝在医治这个家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常常会经验一样的事情。我们里面的罪恶，我们里面的扭曲，我们里面许多的破碎，许多的毁坏，上帝常常会借着一个严厉的过程，当我们经历过苦难，经历过疾病，经历过一些破碎，经历过一些挑战，上帝在医治我们里面的那个 false self， 那个虚假的自我，我们那些自我中心的生命才开始经历到上帝的医治跟拯救。有一首诗歌，有一个作者叫 Julia Johnson， 他写了一首诗歌，他说 Grace is greater than all our sin， 恩典比我们的罪更大。当上帝使我们经历到这些苦难，经历到这些严厉的手的时候，上帝的目的不是要来毁坏我们，不是要来摧毁我们，而是让我们把那些我们对上帝错误的期待，我们对自我错误的看法，上帝要使这些错误从我们的身上挪除掉，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去看见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更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医治。所以你在约瑟的故事上呢，你看见上帝的恩典的记号，不只是痛苦，不只是伤害，痛苦跟伤害，上帝都可以把它挪除、移开，使我们得到医治。上帝要使我们经历到的是，在死亡中使我们经历到生命，在失落当中使我们经历到得着。这个故事的最后结束在他的约瑟跟他的哥哥们一起出来吃饭。那我们看见约瑟，他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柔软，他一看见他的兄弟们，他就大哭了，他再也没办法承受得住他里面那些20多年来的痛苦悲伤。在见到这些哥哥们的时候，上帝开始做一个医治的工作。上帝不只是让他有一个自己的家，很幸福很快乐，上帝还要做进一步的工作，要医治他的哥哥们，他的爸爸这个破碎的家庭。所有的医治的工作还要等待雅各的来到。我们在下一段经文我们就会看到，雅各被带到约瑟的面前来，全家要定居在埃及地。上帝不是只是让他们肚子有饭吃，因为埃及有粮食，所以他们就来埃及寻找东西吃，这只是很外在的。上帝更重要的工作是，上帝要来医治，要来修复这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不信赖，兄弟没有办法真实的相爱。爸爸是一个偏袒的爸爸，永远都在偏袒约瑟，偏袒便雅悯。这个爸爸不是一个公平的爸爸，可是上帝要来到这个家庭里面，要来医治这个家庭，医治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使这个家庭将来可以建立成为一个国家，成为在摩西的时代，它可以成为一个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来可以带出耶稣基督弥赛亚君王来。所以上帝需要在这个家里面做一步一步的修复的工作。上帝也会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一样的事情。我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上帝非常严厉的手在我的生命当中把我最爱的抢夺走，我非常没办法承受得了这样的一个痛苦，这样的一个打击。但是当我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学习降服下来，
学习信心去仰望上帝的时候，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的医治在我的里面。上帝使我的哀哭成为跳舞，上帝把我的眼泪擦去，上帝让我看见在那个严厉的手的背后是上帝的慈爱跟温柔的手。我更加认识这位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而不是因为他把我所爱的抢夺走了，我抱怨上帝，我觉得上帝太可怕了。 No， 当我真正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经验到这位上帝是一位慈爱有怜悯的上帝。在我过去的这2-3年的生活里面，我常常经验到上帝在我的身边，上帝在我的旁边与我同行。有时候我听诗歌，上礼拜我来这边也是听到你们唱诗歌，我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受感动，我的心可以更加的柔软，更加的去容易感受到上帝。严厉并没有使我的心变成刚硬，上帝严厉的手反而把我的 false identity 把它拿走，我更能够清楚的去看见这位上帝，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所以今天下午我在这边也要勉励各位，如果你在生命当中你有在经历到上帝的严厉，你不要放弃信靠上帝，不要放弃对上帝有盼望。上帝的严厉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怜悯的面前，使我们更多的去经历到上帝的慈悲跟怜悯。你会更加的去依靠上帝，我需要这位上帝，没有这位上帝我没有办法活下去。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密，你更容易去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感受到上帝的怜悯。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非常的明白你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抗拒，我们不能够接受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里面对你有充足的信心跟盼望，因为这位上帝是美善的上帝。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去经历更深更丰富你的美善。主，即使我们经历过严厉的苦难，主啊，求你也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慈悲和怜悯，你丰盛的慈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